王記掌櫃只有這麼一個不成器的兒子，近乎是哭住求情。樊大姑娘亦只口不擇言，選了你名聲，我一定會好生教訓這逆子的。嗰日在備薄禮，親自去府上給樊大姑娘賠罪。古人有削髮代割頭，你已削了他頭髮，就大人有大量，放過他吧。樊長玉收了刀，冷眼看住王記少東家道：以後別讓我再看到你。他提住刀就走人，沒再理會王家父子。王記少東家欺男霸女也不是一兩日了，樊長玉今日教訓了他，簡直是大快人心。圍觀的百姓甚至歡呼鼓掌，直呼教訓得好，得虧是樊老虎的女兒，換做旁的人家被這麼欺負了，只怕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可不是劉家村有個村女長得可水靈，就是叫這王記少東家給弄大了肚子，王家又不認，最後那可憐的姑娘直接投河自盡了。這只是鬧大了渣門知道的罷了，背地裏還不知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勾當。他家的牢獄還真不如樊記，樊記的獄都是當天現殺的，他家不知用的什麼獄呢？王記掌櫃聽住圍觀的人那些指指點點的議論聲，一張老臉幾乎快拉到了地上。王記少東家身上的木板終於叫兩個小廝稀悠稀悠抬開了去。他一個大男人望住王記掌櫃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。爹，沒得到安慰，反而是被盛怒中的王記掌櫃又踩了兩腳。你這不成器的東西，平日裏棉花叔柳也就罷了，還給我整這出，老王家的臉今日都叫你給丟盡了。樊長玉沒再管身後王記鋪子裏如何，他出了口鑊氣，正要往家走，身後卻突然有人叫住他：樊姑娘留步。樊長玉疑惑回頭，就見一個留住小鬍子的男人朝他走來。樊姑娘好身手啊，我是會言錢莊的管事，樊姑娘可有意到我們錢莊做事？錢莊？樊長玉皺眉：我去能做什麼？那錢莊管事笑眯眯道：收債。樊長玉、金老三等人都是摩拳擦掌。樊大姑娘，你要是接收債的活兒，以後渣門跟住你鉗。樊長玉把眼一瞪：你們不是說要鉗個正經營生麼？金老三等人頓時縮住脖子，不敢吭聲了。樊長玉回絕了那管事，那管事倒也沒說什麼，走前只給了他一張紙，上面羅列了去匯賢錢莊當打手的各種好處。樊姑娘不必急住回覆，可以再考慮考慮。樊長玉捏住那張紙，心情頗為複雜。他在鎮上人眼中到底成了個什麼樣？他嘆了口氣，轉身往回走，卻見前方街口站住一人，大雪飄飛。他寬大的衣袍被風吹開，身後是熱鬧的街市，冷冷淡淡的眉眼正十分微妙地看住他。樊長玉瞅了瞅自己手上那張寫了收債字樣的紙，下意識說了句：我沒去搶錢。金老三等人看到這徵，身上的皮都瞬間一緊，齊聲道：姑爺好。謝徵、樊長玉，好像更解釋不清了。第20章套他麻袋。樊長玉轉頭就衝金老三一行人喝道：核叫什麼？金老三散散道：這不是你招罪的姑爺嗎？樊長玉熱了一下，下意識看了謝徵一眼，對方面上神色淡淡的，似對金老三的話沒什麼反應。他鬆了一口氣，這才繼續道：這是我招罪的夫婿沒錯，但你們跟住叫什麼姑爺？
金老三一群人便低眉順眼地不再說話，仿佛一群不被惡婆婆承認的小媳婦。樊長玉看得額角直抽抽，擺擺手道：今日帶住你們去黃記對峙，也只為了討個公道。如今公道也討回來了，你們各自歸家去吧。往後莫再做那些欺男霸女之事了。金老三一行人諾諾應聲走了。樊長玉又啐了站在不遠處的謝晶一眼，莫名有幾分心虛，但想到自己又沒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，便疊起手上那張紙，挺直腰板走過去問：你怎麼在這裏？細說落在謝晶墨髮間，襯得他眉眼愈發清冷。前些日子寫的時文買得不錯，得了書四掌櫃賞識，被對方邀出來喝了盞茶。聽說你去黃記了，就過來看看。樊長玉驚訝道：能得書四掌櫃賞識，那你文章寫得相當了得啊！謝晶未料到他開始才疏學淺，對這些倒是頗有了解，垂眸掩住思緒道：我從崇州逃難來，對那邊的戰亂時局和民生艱苦了解得更多些，寫出來的東西哪怕粗淺，也是臨安鎮這邊未曾聽過的，所以才得了書市掌櫃看中罷了。你和黃記的事處理得如何了？後面一句頗有轉移話題之意了。樊長玉肚子裏沒他那麼多彎彎繞繞，半點沒發覺，邊走邊同他把黃記的事說了。我都沒打人呢，就踢了他家案板，再拿殺豬刀割了他頭髮，就把人嚇成了那副德行。說到一半，樊長玉突然打住了話頭，看了一眼謝晶後閉上了嘴。謝晶這一路都只是聽他眉飛色舞地講述在黃記鋪子裏發生的事，並未出言。此時見他突然沉默了下來，才側手問了句：咁不說了？他生得當真是好看，精緻的眉眼像是用墨筆畫上去的，半垂住眸子看人時，漆黑的人裏不見了常掛在眼尾的那絲不耐，竟給人幾分清冷又溫柔的錯覺。